快点，快走吧！哎，快进来！哎呀，哎，快点！哎呀，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有好东西给你。你有什么好东西？哎呀，昨天呢，南海刚刚进贡了一批金丝喜燕窝，那个东西能动啊？被发现了，看！哎呀，你傻呀！整个御膳房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我二人掌管，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谁知道？厨师，二位厨师，公主要吃点心，你们俩快去准备吧。啊，行了行了。哟，小鱼这皮肤越来越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动手动脚的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告诉公主了！你放开我！你干嘛呀你？你能让我喝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嘛你？全妖啊！全妖！全妖！有全妖啊！有全妖啊！有全妖！全妖！全妖！御膳房！御膳房！怎么了？犬妖，有犬妖！追！你们两个去那边。是。你们发现踪迹了吗？陈大人，没有发现犬妖。这能跑哪儿去呢？小蘑菇，大家分别搜查房间。
这次一定不能让犬妖给跑了。你跟我过来，快躲进去！嘘，千万别出声。快点！谁呀？锦衣卫。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正在追捕犬妖，怀疑犬妖就藏在这里，要对这里进行搜查。我看你们是以公谋私，搜查犬妖是假的，硬闯闺房才是真的。随你怎么说，这房子我搜定了。你干嘛？放肆！皇后，你们谁活得不耐烦了？敢在这儿放肆，还不给我滚！是。走。参见皇后娘娘。乐嫔呢？云儿带您过去。公主，嫔儿，母后，你来啦！你在画作画什么呢？给母后看看。女儿只是随便画画，你就不让母后见笑了。云儿，给我。母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做什么？你可是公主，那个臭道士是不可能的。这有什么不可能？我就是喜欢他。我不准。云儿，是。公主要是再去见天灵童，立马向我汇报。是，皇后娘娘。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他们找的那个犬妖，他们要抓的那个犬妖特别恐怖，听说杀了好多人。你受伤了。你跟我过来吧。坐吧。来。我之前给我喜欢的人求了一条和你这个一模一样的红绳，他人可好了啊。这味道像蘑菇。你就是小蘑菇。